主后2024年4月初4，每日圣安宫读经，甲基督同活。圣经咱做来听读，以弗所书第2章第10到第10节。以前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灵性已经死。迄时，恁趁世间的潮流，顺服空中的掌权者，就是现在伫管辖背逆上帝的人，迄个邪神。其实，阮以前嘛拢甲遮个人共款，趁本性的欲望生活，照家己肉体的私欲甲意念伫行动。阮甲其他人共款，注定受上帝刑罚。毋过，上帝有丰盛的怜悯，用极大的慈爱疼咱。伫咱还伫背逆、灵性已经死的时，伊互咱甲基督做伙过活，恁是对上帝的恩典得到救的。通过咱甲基督耶稣结合，上帝互咱甲伊做伙过活，伫天顶做伙掌权。伊安尼做，是要通过基督耶稣对咱显示慈爱，通对后世代表明伊无限丰富的恩典。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神得到救，毋是靠恁家己，是靠上帝的恩赐。既然毋是靠行为，什么人都袂当夸口。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甲基督同活，对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死亡毋简单指肉体的死，搁较是指一个人伫罪中灵性的死亡，也就是甲上帝的关系隔绝。总是基督的过活会当互人远离死亡的阴影，也只有过活的基督会当互人赢过一切死亡的关系。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3节讲，其实阮以前嘛拢甲遮个人共款，趁本性的欲望生活，照家己肉体的私欲甲意念伫行动，表达出写批者甲读批者的共通性。无人会当排除伫犯罪的事实之外，因为咱的灵性无比别人较高尚，通互咱看到基督恩典的浩大。上帝的命令甲人的本性欲望和肉体私欲是相对立的，因为安尼顺趁本性和肉体的私欲，意思是行为也违背上帝的命令。保罗指出，当落时亚细亚教会的信徒普遍面临的挑战，毋干那是顺趁世界，搁较因为罪的本质，互性命受到影响。使徒行传记载，保罗捌伫以弗所待一段真长的时间，甲福音传互非犹太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保罗也捌描述当落时的基督信仰团体受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和哲学影响诚深。因为安尼，一人成做基督徒以后，要安怎离开过去的价值观，迎向新生命，是保罗伫本批信中想要表达重要的观念。牧者伫讲台传讲做的信息，虽然是袂得人欢喜的主题，却是信仰的重要核心议题。违抗上帝命令的罪，毋单单指道德、伦理，也是法律层面的过失，也是人
偏离上帝的道路和心意。基督徒并毋是甲世界隔绝对立的，总是保罗提醒，应当伫即个世界活出基督的样式，因着基督的恩典得救的人，搁较着行好行善，活出上帝创造人的原本心意。基督徒一直是台湾社会的少数，难免受到社会甲其他宗教的价值观影响。长久以来，台湾教会也受到力求教会增长的影响，强调洗礼人数，却无甲学道班、慕道造就班列入受洗的必要条件。宣教师门干部牧师捌记载，传统时教会接受慕道者的洗礼报名了后，最后统计受洗的人数常常寥少无几个，互人感觉忧心。慕道者是毋是深信基督会当带来救赎的恩典，或者是只是得拜另外一尊的神明若定？100多年来，台湾的教育普及，却无代表人对信仰的了解搁较深入。对信仰一知半解的信徒，常常受到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毋愿意加用寡时间读圣经、认捌真理。要安怎无诚做一知半解的信徒，值得咱深思。默想，我是一个对信仰真理一知半解的基督徒是无？我通做甚物努力来改变即种的状况？我是一个对信仰真理一知半解的基督徒是无？我通做甚物努力来改变即种状况？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丰盛的怜悯和浩大的恩典，互我还深陷罪中违背你的时，就会当因着基督的恩典得救。求你互我倚靠你的恩典，远离罪恶的束缚甲捆绑，互我因着基督有行善行好，见证你恩典的气力，搁帮助我搁较了解你的心意。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